OK，咁啊，所以直接講咧就係大家做反應性主要影響個活動能力，但係佢係一個退化嘅。其實如果講翻轉頭講翻基本呢樣嘢咧，佢個退化嘅過程咧係一個由病發嘅做翻轉頭就呢其實已經開始退化。咁而家已經知道嘅咧，其實個退化個根源咧，個起源咧就係一個叫腦幹嘅地方啦。咁喺呢幾幅圖由早起咧，咁啊由深色嗰個地方咧就係退化嘅地方。咁唔同時段咧，隨住時間嘅過去咧，退化過程咧係越嚟越大。我哋可以睇到咧，初初係喺腦幹個位咧，跟住再慢慢上去，咁退化多啲。咁到到好後期，咁大家唔使太了解呢啲嘢，講緊即係好慢嘅，由第一章到第三章咧，個過程咧可能要30年或者甚至更長時間咁樣。咁我哋可以想像到就係佢退化咧係涵蓋咗個腦唔同嘅範圍。咁我哋知道咧個腦個構造好特別㗎，咁啊有細胞嘅大細胞，咁就同心嘅構造好唔同啦嚇。咁啊心嘅肉一嚿係淨係心，咁啊腦咧唔同地方係有唔同嘅嘢嘅嚇。咁我哋知道退化個位置其實係喺腦幹咧，我哋反對性退化嗰個位置黑色咧，主要係幫助咗我哋嘅活動能力。但係當佢退化個進展係慢慢擴散開嘅時候咧，第二啲控制同大腦嘅地方，例如思緒啊、情感對嘅電子嘅範圍都會受到影響嘅嚇。咁我哋要知道個根本嘅退化咧係，即係雖則佢有地方主要係喺個活動能力方面，但係其實個退化過程咧係會影響第啲嘅大腦嘅範圍。況且就算係腦幹嘅話咧，佢會係第啲大腦嘅範圍係有好多連結喺度嘅。咁究竟有咩風險因素會令到癌症嘅病多啲有啲精神上嘅症狀咧？咁樣咁就呢啲都好順理成章睇下啲風險因素就係話，如果你嘅病發年比較早啲嘅話咧，咁個風險大啲。咁越整耐，當然佢退化嘅程度會越廣啦，咁越多啲症狀，精神上嘅症狀。咁藥唔係萬能㗎嚇，咁藥可以好有效咁幫到活動嘅症狀啦，但係好多時候呢個都係個兩面刀嚟㗎嚇。西藥咧，我成日都講咗啦，一定要用㗎啦。咁如果用藥如果劑量大嘅話咧，就會除咗會影響個開關情況有啲令佢喐得緊有啲掣有啲不自主動作之餘咧，有時就會影響人帶出好多精神上嘅症狀嘅。咁就年紀大嘅時候，對於服用或者係佢本身出現啲症狀嘅情況就會多啲。咁如果到後期呢個時候有我叫 motor fluctuation， 即係食藥嘅時候咧，有啲活動能力上嘅上落比較波大嘅時候咧，出現啲症狀亦都會多啲嘅嚇。咁咧就呢個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話如果我哋計最典型嘅膽順性退化位置係黑質啦，咁佢黑質主要分泌嘅化學物質係多巴胺，咁典型嘅膽順性個腦入面缺乏咗多巴胺，但係我哋要知道咧，多巴胺其實除咗控制活動之外咧，亦都會控制第啲嘅大腦嘅功能嘅，例如係我哋叫做 limbic system， 即係呢個大腦嘅邊緣系統咧，咁係好同我哋嘅感情思緒或者係其他有關嘅咁樣。咁而到到後期嘅時候咧，個退化進程除咗影響降低大腦入面多巴胺嘅水平之外咧，亦會牽連大其他系統嘅，因為大腦入面咧有好多種化學物質㗎，亦幾專一嘅，多巴胺只係其中一種嘅啫。咁連帶其他種嘅時候咧，就會有其他嘅毛病出現，咁呢啲毛病就會包括係啲精神嘅症狀啦。咁咧就多巴胺同時咧，除咗令到我哋活動能力好啲之外咧，其實佢個作用仲有好多喎，例如會如果我哋有 motivation 嘅動力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多巴胺嚇。咁咧就有時候，如果我哋係會即係沉迷嗰一樣嘢嘅時候咧，亦都係因為多巴胺嘅問題。咁而
去做啲行為，而喺嗰啲行為之中得到啲快樂啊安慰咧，個過程咧亦都係因為多巴胺嘅。所以如果多巴胺嘅水平係有異常嘅話咧，就會引帶出其他啲精神上嘅問題啦。好，咁啊第一個病要講嘅咧就係抑鬱啊，抑鬱。咁係啲病就譬如點陣手整親腳啊，意外嗰陣咧都即係由喺康復過程之中，因為個病本身咧就會令我哋唔開心嘅嚇。咁就但係尤其喺帕金遜症病入邊咧，咁啊抑鬱本身個發病率咧係都幾高下嘅。咁根據統計咧，就可以去到10至14%。當然要睇下你個病情去到邊度啦嚇。咁就典型嘅抑鬱症嘅症狀咧，咁個病人會覺得內疚啦，覺得自己自尊少咗啦，個主動能力即係個動力會少咗啦，咁會覺得無助啦，有啲負意咁樣，譬如話悲傷啊咁樣。咁原因咧可以係內在或者外在兩者一齊㗎。內在嘅意思就係話佢自己本身嚟嘅，即係等於普通人都可能會抑鬱咁解。咁外在就因為個病本身嘅活動能力差咧，令到佢個嘅表現係冇之前冇話精神啲咁好咧，咁會引帶出佢自己情緒上就冇病啦。咁個特徵係點樣咧？咁樣呢班慘痛嘅病人，如果抑鬱嘅時候咧，會覺得好煩躁啊，諗親啲嘢都好負面啊，好悲哀啊咁樣。咁咧就算做咩咧都好難令到佢開心嚇。諗親嘢都係喺個黑暗面度諗啊，好悲觀啊咁樣。就話最極端嘅時候咧，就會殺嘅傾向自毀。咁佢有時會附帶住有啲焦慮嘅症狀啦。都會覺得好似煩躁啊咁樣。有時我哋作為外人咧，就要佢照顧佢屋企人咧，都未必咁易察覺得到嘅喎。咁因為有時抑鬱本身嘅症狀咧，佢表徵上咧係同慘痛症係比較相似嘅就主要係正常，即係冇慘痛症病人，因為純粹抑鬱嘅病人咧，佢表現出嚟咧都會係望落去佢嘅表情會差啲啦，佢嘅行動就會係慢啲啦，係會慢啲啦，諗嘢可能真係會慢啲嘅，對大家交談之間嘅反應會冇咁快咁好啊咁樣，或者佢抑鬱本身亦都會係表現出嚟好似佢記性差啲咁樣，個思考係差啲嘅，亦都會抑鬱本身係令到佢失眠或者係即係對身邊啲人事物都冇乜興趣咁樣。咁咧就另一轉頭嚟講咧，帕金遜症嘅病人佢啲症狀咧亦都會冚過佢根本個憂鬱，就第啲人或者睇開佢啲醫生咧就會覺得佢對佢啲症狀都係因為帕金遜症嘅啫咁樣，就冇留意到啊咁樣，所以咧會有時有啲誤診或者漏診，所以一定要注意呢啲情緒上嘅問題啊。如果有留意到嘅話咧，一定要同見佢嘅睇佢嘅醫生講嚇，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會精神病咁嘅或者精神科醫生啦咁樣，但係我有時咧就會唔係好主張即係將個病人減見識咁睇嚇。咁如果有個醫生跟開你嘅話咧，佢已經知道你個病嘅來龍去脈個進程係點啊，由頭到尾係點咧，你其實同翻佢講咧，佢反而會俾咗個合適嘅意見，或者係會俾到會快啲做到個診斷。咁咧就咩原因令到帕金遜症嘅病人易啲有抑鬱咧咁樣當然即係個長期作為一個長期病患，任何種長期病患咧都會係令到嗰個病人咧係易啲有抑鬱㗎啦因為只要佢有個心理壓力喺度。有一部分人咧因為基因嘅關係，因為佢天生嘅關係啦就令佢病前咧佢都有個咁嘅傾向㗎啦咁帕金遜症嘅藥物咧有時都會令到抑鬱㗎尤其是一啲輔助性啲藥物咧，譬如係Sertraline或者叫 Zepbound 啦咁呢啲早期啲用嘅藥物咧，有一小部分人咧食咗會易啲有令到佢引發出嚟抑鬱啲症狀。咁咧就或者係尤其早期嘅時候咧，佢當佢即係有呢個病喺度未必接受得到嘅時候咧，就會佢個心理反應引發到
抑鬱點搞咧咁樣？當然大家作為照顧者對佢嘅關懷啊，對佢開解諒解好緊要啦嚇。咁但係我哋唔好忽略咧，有一啲藥物咧可以幫到佢嘅嚇。咁啊，大家都聽到耳熟能詳㗎啦，就係話抑鬱就即係等於血清素咁滯啦嚇。咁一般人咧就用血清素咧就覺得可以治抑鬱嘅，咁但係血清素其實有即係唔止一種嘅嚇。咁傳統嘅血清素咪叫 SSRI 啦，有少部分情況底下咧，其實係會影響翻，令到嗰個膽順性嘅活動能力嗰個症狀咧，即係會影響，會令佢差翻啲嘅。即係有時會食咗啲 SSRI 即係如果大家熟悉啲嘅名，可能係啲如果講 training 講 electrical 啊。都就嗰啲，就可能會有少部分咧機會影響到佢嗰個同差班啲人啊。咁有啲研究就做得到咧，另一類嘅血清素我哋叫 SNRI，N 咧其實係多種化學物質，即係佢係同時間提升血清素同埋 N 就含度係均勻。咁就同時間提升呢兩嘅化學物質咧，就可能會對個抑鬱症狀比較有效啲，而同時間唔會太影響嗰個膽順性嘅活動能力嘅。咁咧就另一啲嘅方法咧就係、可能要精神科先用得到啦，就係、用啲叫 ECT 嘅部分幫助都有用啲電擊嘅方法咧。咁咧就係用啲好長嘅電流咧，喺好短嘅脈衝咧，喺好短時間內咧，將個腦喺個頭出面嘅電，咁好似將個電腦單隻有翻架機咁樣咧，咁但係要重複做嘅呢個步驟係即係要係一個好緊密監察咧先做得到嘅嚇，咁就選咗個風險。咁似乎研究做出嚟咧，就呢一樣嘅方法咧，都可以同時間幫到抑鬱嘅症狀同埋膽順性症狀。不過呢個通常我哋係二線啲或者三線嘅做法啦嚇，要真係試過口服藥物先至考慮啦咁樣。咁另一種方法咧，就係、因為某程度上膽順性抑鬱嘅出現咧，都係因為多巴胺嘅缺乏啊。咁咧就如果我哋用多巴胺受體嘅激動劑咧，或者叫 dopamine agonist 啦呢一大類嘅膽順性嘅藥物啊，當中包括譬如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嘅 Flupirtine 啊、Rivaroxaban 呢一類嘅藥物咧。都有可能輔助性咁幫到膽順性抑鬱嘅症狀嘅咁樣。咁其他嘅藥物就包括呢啲係其實少用啲嘅係啲我哋叫中樞神經活化劑啦，都可能幫得到嘅。咁咧就抑鬱咁另一樣冇咁緊要嘅就係焦慮啦。其實焦慮咧，我哋可以當係一個呢個同一個系列嘅病嚟，不過係個嚴重性係呢個輕啲嘅緊要啲咁解。咁焦慮或者叫精神緊張啦，或者係話講啲係驚啊咁雞啊咁樣嚇。個程度上可能去到接近40%嘅膽順性病人都有喎。你唔好睇見啲症狀，有時可以真係好困擾嘅嚇。咁佢好多時都可以同抑鬱一齊並存嘅嚇。咁就尤其內嗰個病人咧，佢我哋知道佢個活動能力係有上有落有波動嘅時候咧，有開關期嘅時候咧，咁佢喺關嘅時候咧，或者同我哋 off 呢段時間咧，就因為腦入邊嘅多巴胺水平咧唔夠咧，係好容易引起一啲即係除咗話真係手腳都得冇咁好啊，我哋叫大個都好，即係心理上咧都會令到佢有關期。咁嗰陣時候咧，佢啲病人咧就會覺得即係驚震大啊，甚至覺得透唔到氣啊，覺得個心跳都好快啊，出晒汗啊，咁呢啲咧就係因為個心理上驚咧，引帶出好多自主神經嘅毛病嘅症狀都會出翻嚟咁樣。咁咧就呢種表現方式咧就會甚至乎我哋叫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即係長時間都有呢啲症狀啊，即係覺得少少嘢都會令到佢好緊張啊，出街又成日諗住又冇單元啊，而家冇帶落嘢啊咁樣，咁
約2日後先見啊，咁啊已經係記足2日啊，要諗住睇到啲喎咁樣啊，咁呢啲係焦慮嘅症狀啊。咁就有啲焦慮咧可以係好環境性嘅嚇，譬如係啲社交恐懼啦、social-phobia 啊，特別係即係驚人啊，或者某種環境底下嘅驚啊咁樣啊，可以係環境可以人啊咁樣。咁咧就點樣幫佢咧？咁除咗多啲關懷佢哋咧，藥物都有啲效嘅。咁新一類型嘅抗抑鬱藥咧，其實用一個細啲嘅份量咧，已經研究證實咗咧，其實對焦慮嘅症狀都會有效。咁當然要用呢啲藥嘅時候，就要長期食啦，同埋佢呢啲藥咧就唔係一食第一下就會幫到佢，要俾少時間儲落去，可能要1-2個星期或者2-3個星期先至見到有效嘅咁樣。而呢個即時有效用嘅咧，我哋叫俗稱所謂嘅放鬆藥啦。咁一類藥咧就其實就歸納為一個大範疇，我哋叫 benzodiazepine 咧就行開啦。咁當然呢啲藥放鬆得嚟，佢個副作用就會令到個人眼瞓啦咁樣。咁同時間需要注意就係因為產品性一個影響到活動嘅症狀啦。咁如果要用到呢啲藥嘅時候咧，就要睇下會唔會因為佢眼瞓咧，就因為攰咧，就成日肥大咧，會影響佢行路會唔會令到佢唔穩陣啊？咁即係有跌嘅風險。同時間如果呢啲藥長食嘅話咧，亦都會影響佢記憶嘅焦慮咁樣。呢個都要注意。咁就好啦，再講咧緊要啲嘅咧，其實個分就講到係個psychosis，英文叫 psychosis。咁就中文個譯法咧就我太太都精神病呢個字嘅，咁我覺得都係差少少口就精神。咁咧就呢啲係啲嚴重啲嘅精神病嘅。咁通常咧，咁大家唔使擔心啊，因為呢啲出現嘅情況都係比較極端啲嘅情況嚇。咁就呢一樣嘢係啲比較緊要啲嘅精神症狀嚟嘅，即係佢會係對唔止個病人啦，尤其是佢家人啦，佢身邊嘅朋友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好多時咧就屋企人咧就未必要將個病人咧要加啲院舍度啊咁樣。咁我哋睇下呢一類先啦嚇。咁其中一個症狀唔一定嘅嚇，就會係有幻覺。咁幻覺咧，我哋咧會再講多啲。咁如果幻覺再加埋啲我哋叫妄想咧，咁都係歸納喺呢啲精神病或者叫 psychosis 嘅症狀入邊。咁好少少嘅咧，就係啲病人咧有時會意識到佢呢啲所謂嘅幻覺啊或者妄想係錯，即係自己知道佢係諗多咗啦。咁樣或者自己知道個想法係錯，呢啲還好少。但係有時候去到極端啲嘅咧，就真係我哋所講嘅精神病或者係精神錯亂啊。咁咧佢哋自己就沉醉喺嗰個世界，就係個幻覺同埋一啲妄想嘅世界。咁其實係同個佢周圍嘅環境係脫節嘅時候咧，呢個就比較嚴重啲、緊要啲。咁有兩款啦嚇，一個就係純粹係有幻覺，咁就輕微啲。咁如果帕金遜症嘅病人有幻覺嘅話咧，佢哋嘅幻覺咧通常都係影像上嘅幻覺啊。咁我哋大家有時幻覺我哋可以分好多種喎，可以係啲睇到啲應該睇到嘅嘢，或者聽到啲應該聽到嘅嘢，嗰啲叫幻聽啦嚇。咁如果喺帕金遜症嘅病人入邊咧，通常都係佢睇到啲唔知咩類嘢嘅。咁而睇到佢哋心中嗰個影像咧，就會係一啲動物或者係人物啊咁樣。通常咧就會喺啲自己間房入邊呢啲暗角位啊，或者見到啲自己以前見過識過嘅人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候佢輕微嘅時候咧，就要有我哋叫 insight，即係佢哋知道呢啲係即係假嘅，但係佢哋都見到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個幻視。咁好多時呢啲情況咧，就會喺夜晚嘅啫，個日頭唔光啲，夜晚咁啲環境會昏暗啲。咁好多時候咧，呢個情況都係因為藥物嘅副作用引起嘅，藥物嘅副作用引起。咁如果萬一發現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就要話醫生咧，將個
佢食緊嘅藥咧，首要咧就將佢個份量調低先。咁點調法咧？條邊仔咧，等陣間會講到嚇。咁就同樣地咧，因為藥嘅副作用咧，其實除咗可以引起幻覺之餘咧，亦都可以引起我哋叫控制衝動嘅混亂啦。咁等陣間會額外再講一講呢樣嘢。咁究竟點解同一隻藥有啲人會個副作用令到嘅幻覺，有啲人會有啲人都會搞到佢即係控制咗啲衝動咧咁樣，呢個真係好睇下。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如果緊要啲精神病嘅症狀咧，就係嗰個病人嗰個癌症患者咧有幻覺之餘，再加埋一啲妄想。咁就呢個時候咧，嗰個病人有時會意識唔到呢樣嘢，就信咗佢啲幻覺係真嘅。甚至乎會覺得呢啲幻覺係有威脅性嘅。咁呢一樣嘢頭先所講嘅都係極端嘅，通常咧就會係一啲退化症比較嚴重啲，即係喺個癌症比較後期先會出現咧。同埋同時間咧，通常呢啲病人都會係有啲認知上或者有啲記性上嘅一個係精神症狀啊咁樣嘅啊。咁萬一佢哋出現呢啲妄想嘅意象嘅時候，佢哋會係覺得點樣咧？咁啊，有時都好困擾㗎嚇。咁尤其咧，佢哋會妄想到懷疑到佢哋身邊嘅人啦嚇。咁點解佢哋唔諗啊？講佢身邊嘅唔會對佢唔好啊咁樣。或者個幻覺咧就係覺得佢直頭間房一多個人，咁以為嗰個人啊隔離嗰個人先喺度做乜咁樣。咁啊會當然呢個好水唔將就就會影響大家關係咁樣。咁啊比較少啲幻覺就係頭先所講到啦，少啲係聽覺上嘅幻覺啊。再極端啲嘅咧，佢哋嘅妄想就會覺得係身邊或者係唔知喺邊度咧係有人係迫害緊佢嘅啊。OK， 咁咧就究竟咁如果萬一發現有咩情況咧，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咧咁樣？就將個頭先所講到啦，產品性藥咧，其實好多隻咧都可能有引起呢一個副作用，尤其係多巴胺啦，或者係多巴胺嘅，即係嗰啲多巴胺受體嘅刺激劑啊，甚至乎以嚟醫鎮嘅阿非咧，有喺年紀大啲人用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出現呢個幻覺嘅嚇。咁頭先所講到啦，如果年紀大啲病人而佢同時間有啲記憶啊，或者係個人先或者症狀嘅時候咧，就會易啲出現呢啲精神嗰個症狀。咁研究做得到咧，就係我哋用呢啲藥咧，係幫佢嗰個認知障礙，幫佢嗰個內人之外咧，其實有某程度上咧係會令到佢個幻覺嗰個係會或者啲精神狀態會好啲嘅。咁另一啲藥物咧，就真正係醫佢呢啲幻覺咧，就係以下呢兩隻啦，呢隻叫 Fluticasone，呢隻叫 Fluticasone。咁就因為傳統嘅醫精神病嘅藥咧，其實就係反多巴胺嘅嚇。咁佢哋嘅症狀即係就比較譬如就係話以前嗰啲醫精神分裂嘅症狀嘅藥咧，結合埋一齊咧，就會出現慘症嘅症狀。咁我哋依家有啲叫新一個形式嘅，我哋叫 antipsychotic 咧，就係呢兩隻啦嚇。咁咧就會幫得到啲病人啲錯亂嘅妄想啊，啲幻覺啊咁樣。不過咧呢兩隻藥喺用嘅時候都要好小心，同埋要好監察得好緊密下。因為一來咧佢哋會要令到個人眼瞓啦嚇，眼瞓得滯就唔好㗎，佢哋昏昏沉沉啊冇力啊咁樣就好易跌到咁樣。再加埋咧另一隻藥就其中一隻就潘前咧，佢有機會可以影響身體啲製造血球嘅白入白球嘅能力啦，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個血糖血脂嘅嗰個功能啊咁樣，所以要監察得好密先得嘅。好，咁就典型上咧，慘症性同認知障礙同老人之外咧係兩種病嚟㗎嚇。不過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帕金遜症嘅病人咧，某程度上都會個記性咧就會影響嘅。去到好後期嘅時候，個機會率即係講緊後期嘅時候，可能係由病發開始打後到10年或者以上啦，出現嘅症狀嘅比率咧，可能會去到人轉到10%以上。咁邊啲人會易啲引
影響佢記性啊，影響思維咧咁樣。年大啲人咧，男士冇錯啦嚇，以前個學歷係低少少嗰啲亦都冇錯。咁咧就膽信跌出嚟，真係好緊要嘅症狀嗰啲咧，就反而好啲嘅喎，就少啲出現呢啲記性嘅問題。咁有少部分人，大概30%嗰個膽信症病人，你知道係會冇乜震㗎啦。嗰啲咧出現記性嘅問題咧，長年病啊就會高少少嘅。如果附帶有啲嘅症狀嘅膽信症病人咧，個出現嘅記性問題都會高啲啦。咁就你哋將如果佢個膽信症嘅病係耐嘅話咧，亦都會易啲出現呢啲記性嘅問題。咁究竟佢嗰種嘅認知障礙，佢嗰種嘅內分泌個性質係點樣咧？係影響邊幾樣嘢咧？咁樣咁首先咧，佢哋個語言同個行為咧係相對地咧係比較好嘅，即係冇受影響嘅。即係佢哋組織個説話能力咧係冇問題嘅。行為意思即係佢哋個基本嘅動作，叫佢梳頭刷牙梳洗着衫洗手間嗰啲係相對冇乜受影響。但係佢哋受影響嘅範疇咧，就會係我哋講呢個執行嘅功能啦。例如係要呢樣嘢去解決呢個問題去解決咧，叫佢改變呢啲習慣係難啲嘅，同埋叫佢組織啲意念係難啲嘅。咁有好多時候我哋日常生活都要有計劃要將啲秩序排好咁樣，喺呢方面咧佢哋都會係差少少。咁同埋佢嘅專注力會低啲咧，咁就要當時個反應時間會慢啲咧，同埋佢嘅警覺性亦都會低啲。咁對個空間感咧，佢哋個尤其是視覺空間感咧會係差啲嘅，即係叫佢嘅練習咧，佢可能即係邊度出就出咁樣。咁但係佢嘅記性本身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揾翻記出嚟嗰度咧，個困難係大啲。咁好多時候佢啲記性咧，只要有少少提醒佢咧，佢哋都會記得翻嘅。唔係我哋即係接受唔大，即係好似等於我哋喺間房入邊擺住啲衫咁樣，即係話件衫冇咗，如果我哋知擺個櫃，呢個櫃咁，可能提下佢咧，佢就會翻出嚟咁樣。咁咧就等同於一般嘅認知障礙或者聾之外啦咁其實藥物幫助都係有限嘅咁其量個效用都係10%至20%度，即係講緊幫我記性。咁同埋就算有效嘅話，佢個時間亦唔會維持得好耐。咁不過我哋比較咧就希望就即係我哋嘅病人係嗰12%啦，同時間慢啲，如果佢哋有啲好大嘅情緒嘅症狀尤其是頭先提到咁嘅精神上嘅症狀言語暴躁或者甚至有啲精神錯亂咁咧，我哋都可以考慮俾呢啲認知障礙嘅藥物幫個病人嘅。好啦，咁呢一樣大家可能少聽到啲嘅咧，我哋就叫英文就叫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即係有衝動就好多少有啦以前啲細路仔咧就即係話要買同佢就兩大隻嘢咁樣。咁其實大人都有呢啲衝動，不過大人就識撳得住自己。但係萬一有3歲病人嘅時候咧，佢哋有時咧就會控制唔到呢個自己嘅衝動。咁我哋就叫做控制衝動紊亂。咁咧就會出現喺大概10至15%嘅膽小症嘅病人入邊嘅。咁通常有呢啲症狀嘅病人就會年齡比較輕啲嘅咁但係大部分人都會係用緊膽小症藥物嘅依家個概念就係主要咧都會係主用藥嘅成分歸咎喺一啲我哋多巴受體自己即係多巴胺 agonist 入邊嘅。咁佢嘅衝動嘅性質會係點咧？咁樣就會係即係以前賭錢習慣就會去賭就即係唔理嘅效果咁樣。會影響佢性慾特別強啦。有啲人咧，呢個病人咧就會購物慾就多啲嘅，或者有啲人咧就會不停咁食嘢咁樣。咁咧就萬一有嘅時候咧，究竟要點樣調教啲藥咧咁樣？因為主因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個多巴胺 agonist，我哋就會係將個份量減
低或者甚至停咗佢。咁就一隻比較個關聯性大少少咧，就係叫 Pendulum 啊。咁曾經喺外國咧亦都有就個八成添啦，因為啲病人咧死咗之後咧，就真係去好似老豆緊要啊，輸身家咁樣，嗰啲病人收尾就報翻呢間廠啊咁樣。咁咧就但係好多時停咗或者減低個份量嘅時候，都會幫得到呢啲症狀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就要考慮用一啲頭先所用到嘅一隻啦，就係一啲抗精神病嘅藥物，咁用啲好低量嘅，即係嗰啲症狀。咁行為就我哋有作為照顧者可以盡量改變下佢啦，例如佢即係盡量限制佢每日用嘅用錢啊，收幾啲銀行簿啊咁樣，或者不斷咁提醒佢啊咁樣。咁到最後得咧，亦都可以考慮手術，因為如果手術咧個間接性地咧，我哋會令到佢用嘅藥物嘅需求咧係低好多，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呢啲副作用嘅情況係低啲嘅。OK， 咁另一個大範疇咧就係講緊瞓覺問題啦嚇，正常人就都有3、4成人咧係瞓得唔好噶啦嚇，反進性嘅病患者尤甚，咁佢哋好多時候都失眠，咁失眠可以分為即係牙齒入去或者瞓著咗之後好易醒啊，或者醒咗之後又瞓唔翻啊，又即係好早醒啊咁樣啊，形式都可以有嘅嚇。呢一部分原因咧係因為你個活動能力本身咧，尤其你自己試藥啦，真正有效嘅時候係得幾個鐘，咁到半夜嘅時候咧，佢哋想轉下身咧，就會因為個活動能力冇咁好，僵硬慢咧，咁令到佢整醒佢啊咁樣。咁但係本身嚟講咧，有啲時候咧，就有啲病咧會出現一啲叫 REM sleep behaviour disorder，中文就叫快速眼動睡眠症狀。咁我哋知道瞓覺咧，其實係間卡啦卡啦咁有分 REM sleep 同 non-REM sleep 咁樣啊。non-REM sleep 咧就係個大腦休息，就跟住手腳都仲有嗰個張力喺度。但係跟住到 REM sleep 咧就係到個身體啲肌肉休息，但係個大腦就變咗活躍。咁嗰個階段咧就會係需要發夢嗰個階段，跟住咧隻眼咧就會係喐得好快嘅，所以叫做快速眼動睡眠。咁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大腦就好活躍嘅時候，但係個身體正常嘅身體應該就有啲肌肉放鬆晒嘅嚇。但係喺有啲情況底下咧，喺呢個階段咧就會出現啲異常嘅行為啦，即係佢哋發緊夢嘅時候咧，好似真係發開口夢咁樣嗌晒出嚟啊，就或者係手部速度啊，係表現晒出嚟添嘛咁樣。咁咧就呢啲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即係唔係幾好受㗎嚇。咁個病人如果記得翻嘅話咧，就會覺得感覺到呢啲係啲噩夢啊，咁喺夢入面可能會受到威脅或者會受到迫害啊咁樣。咁咧就咁佢因為喺個夢境太真嘅時候咧，咁佢就正常嘅應該手腳接觸㗎，但係佢個階段咧就會係令到佢手無足蹈啦，咁啲動作可能會好大力㗎，因為佢自己控制唔到㗎，佢唔實咁咧，就會係即係傷害到自己同埋傷害到隔離嗰個同佢一齊瞓嗰個咁樣啊。我都見過有啲病人咧，就因為咁樣嘅時候會跌到幾條線嘅啊。咁男士咧有呢個問題嘅就多少少嘅，咁治療方法係咩咧？可以用藥物，咁呢藥物主要係幫助令到佢個 REM sleep 嘅時間係短啲少啲嘅咁樣。咁呢啲其實都歸納喺呢方面嘅藥嚟嘅嚇，就同啱啱提講嘅做咩咧？中年啊咁樣。咁要提一提大家就係呢個睡眠問題咧，佢唔一定係喺3歲嘅病人先有到，尤其呢個 REM sleep behaviour disorder有時候咧係會係單獨出現嘅。而出現嘅時候咧，佢其實可以係一個係啲腦退化病嘅前期嘅症狀嚟㗎嚇。有啲人會即係一個禮拜有2、3晚瞓覺嗰陣咧，就嗌晒出嚟啊，咁一腳踏落隔咗嗰度咧，咁連續10年8載都係咁咧。但係到咗之後10年8載之後咧，咁佢就慢慢浮現啲反叛嘅症狀出嚟啊，都唔出奇嘅嚇。呢個已經研究做咗咧，佢似乎係一個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個退化咧係可以係個過程係10幾年先至出到個症狀出嚟咧，咁
呢個可能係佢真正膽信正經嘅先兆嘅異常行為。好啦，咁講咁多咧，就其實我想帶出嚟或者想大家知道嘅咧，就係膽信症唔單止係一個影響你活動能力嘅病啦，其實亦都附帶咗唔少嘅精神症狀啊。好多時候可以多過一種嘅，可以一個人同時又有影響你睡眠嘅問題啊，可以有焦慮啊，可以有抑鬱啊咁樣。但好多時候咧，呢啲病咧就即係離不啦。咁啊，大家就呢度有個警惕喺度，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就一定要同醫生講啊，睇有咩方法可以治療啊。好多時候咧，呢啲症狀咧係因為膽道嘅藥物嘅副作用係有個關聯性喺度。咁我哋長期病咧，少用藥係一個攞平衡嘅。好多時候一個活動嘅狀態同佢嘅精神狀態咧係一個相反嘅嚇。有時候用得藥多令到佢覺得好啲，但係調翻轉頭可能引帶到好多精神上嘅問題啊，譬如係佢控制唔到佢衝動啊，影響佢瞓覺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平衡嘅取決嚟嘅。咁就希望最後祝大家身心平安。